各位老友，不如而家靜低心，將隻手攤開擺喺膝頭哥上面，慢慢睇清楚，唔好急住滑走，認真望下呢雙手，日日為頭家捱生捱死，做到指節都起晒枕，你到底有幾耐冇好好睇過佢哋？一世人忙忙碌碌，顧住揾錢，顧住仔女，顧住屋企大小事，所有心機都擺喺人哋身上，偏偏唔記得睇下自己呢雙撐起成頭家嘅手。今日我同大家講個民間老講法，睇下你隻無名指係咪搶過平時用嚟指嘢嘅隻食指？如果你隻無名指真係搶過隻食指，哪怕只係搶咗少少，我話俾你聽，你呢大半世人真係受委屈啦。你係咪都試過夜晚瞓唔着，覺得自己同呢個處處講算計嘅世界格格不入？明明自己冇做錯事，對人又掏心掏肺，但係活得比邊個都攰。其實唔係你八字生得差，亦都唔係風水唔好，係你投胎嗰陣攞錯咗一張身份證。點解我單單要攞隻無名指嚟講？你睇下我哋隻手5隻手指各有各嘅脾氣，好有意思㗎。大拇指代表你嘅根基，你嘅底氣，亦都係代表一種唯我獨尊嘅霸氣。你睇啲細路仔讚人，係咪歡喜隻大拇指？嗰個係大佬，係揸忽人。食指呢？食指最犀利，代表權力，代表你要去爭，要去搶嘅嘢，仲代表住攻擊性。你鬧人嗰陣，係咪攞隻食指指住人哋個鼻？你同我小心啲，係咪？冇人會用無名指指住人嚟鬧噶嘛？食指就係我哋喺世俗裏面爭名奪利，想贏，想出人頭地嗰個我。中指代表你自己，企喺最中間，頂天立地。尾指就代表子孫，代表晚輩，代表嗰啲需要你照顧同庇護嘅人。唯獨係呢隻無名指最古怪，你有冇諗過點解叫佢做無名？我哋古人講究無名，天地之始。呢隻手指平時最唔起眼，擔擔抬抬佢使唔上大力，揸筷子佢都只係做個陪襯，佢唔張揚，唔似食指咁鋒芒不露。但係民間有個講法，話無名指係十指連心，係最通心嘅一隻手指。喺修行嘅經絡同埋中醫嘅道理入面，呢隻手指關聯住人體好深層嘅能量通道，佢代表咗一種深層嘅內在嘅精神世界。如果你嘅無名指長過食指，喺古人嘅商學入面講，呢個就叫做靈性壓倒咗世俗。食指短，說明你呢個人對世俗嗰種爭強好勝，嗰種一定要踩住人哋上位嘅心，相對比較淡。而無名指長就說明你嘅精神世界、你嘅情感、你嘅靈性直覺非常之發達。我呢幾十年見過形形色色嘅人，觀察嚟觀察去，發現一個好有意思嘅規律。凡係無名指長過食指嘅人，往往都唔係普通人。我講嘅唔係普通人，唔係話你一定要做大官、發大財，而係話你嘅來歷唔普通。古人有句話講得好通透，叫身有相，皆因果。意思即係話你個身體生得高矮肥瘦，五官點樣，甚至你身上每一粒皮、每一隻手指嘅長短，都唔係無端端生出嚟嘅。呢啲都係你過去世，甚至好多輩子之前你所做嘅業、所發嘅願，喺今世投胎嚟人間嗰陣帶埋落嚟嘅說明書。而家啲科學叫呢啲做基因、做遺傳。呢句說話冇錯，但係你往深一層諗，點解偏偏係你投胎去一個有呢種基因嘅家庭？點解偏偏係你遺傳咗呢個特徵，而你啲兄弟姊妹未必有？呢個就係因果業力喺暗中牽引。喺佛法嘅大智慧入面，講到輪迴，大概將人分成兩大類。第一類叫做隨業流轉，世上9成9嘅人都係呢一類。上一世做咗好事，今世就嚟享福；上一世僧人周身齋，今世就嚟還債。迷迷糊糊咁嚟，迷迷糊糊咁走，好似水上面嘅浮萍咁，自己做唔到主。第二類人叫做成緣再來。咩叫成緣再來？就係佢本來已經修行得好好，甚至可以唔使再嚟呢個亂糟糟嘅世間，可以去更清淨、更舒服嘅地方。但係佢個心放唔低，佢見到呢個人間太苦啦，或者佢前世應承咗某個人、某個群體，我下世都要嚟幫你哋，度你哋，
因為發咗呢個大願，佢投胎嗰陣，嗰股精神力量特別強大，呢股力量就印咗落個身體度。無名指掌過食指呢個特徵，就係願力嘅記號，佢就好似一個印仔咁，啪一聲蓋咗喺你隻手度。佢喺度提醒緊你，你嚟呢一趟唔係為咗食飯、瞓覺、結婚、生仔，然後死咗就算咁簡單。你心入面藏住嘅，你靈魂深處刻住嘅，係一個任務。所以你回想下自己由細到大，係咪總係覺得同身邊嘅人有少少唔夾？係咪人哋爭到頭崩額裂嘅嘢，你反而覺得冇所謂，想讓俾人？係咪睇套戲、睇單新聞，見到啲唔識嘅人受苦，你啲眼淚就嘩啦嘩啦咁流落嚟，自己都控制唔住？係咪總係覺得自己喺度揾緊啲嘢，但又講唔出究竟揾緊乜？我話俾你聽，呢啲都唔係你諗多咗，亦都唔係你多愁善感，呢個係因為你嘅靈魂喺度認藏。你仲未完全適應呢個混合嘅世界，你前世嗰副慈悲心腸仲喺度跳動緊。呢隻無名指就係你靈魂嘅身份證，但係擁有呢張身份證，往往意味着你今世個開局會行得非常之辛苦，簡直係地級模式。講到呢度，我相信你哋好多人個心入面屈住咗好耐嘅委屈，終於湧咗出嚟。一定有人喺心度諗，你就淨係識講好說話。你話我係咩成緣再來嘅人，但點解我呢半世人過得咁苦㗎？我對屋企人死心塌地，挨殘咗個身，結果冇人體諒；我對朋友兩肋插刀，借錢出去要唔返，做生意俾人呃，婚姻又唔如意。難道我出世就係專門嚟受氣嘅咩？呢個就係你哋唔明白因果嘅運作啦。點解你活得比人哋攰？因為你係帶住使命嚟嘅。頭先講過。9成9嘅人係俾業力拖住走，好似爭人錢俾齋主攞繩幫住拉過嚟還債咁，係被動嘅。但你哋唔同，我打個比喻，呢度有個好深嘅爛泥坑，又臭又污糟，個個都揞住個鼻走夾唔唞，但係有一個人偏偏要跳落去。點解？因為佢見到有人跌咗落去，佢要去救人。嗰個跌落去嘅人係俾業力拖落去嘅，而呢個跳落去救人嘅就係憑願力主動入去嘅。但係你諗下，跳入爛泥坑度救人，個身會唔會污糟？會唔會攰到抽筋？會唔會飲幾啖臭水？一定會噶嘛。所以你覺得活得攰、活得苦，唔係因為你條命生得健，恰恰相反，係因為你嘅命太好，你嘅境界太高啦。你係因為想幫人，想拉人一把，先至主動跳入呢個叫做人間嘅大苦海。佛經入面講，我哋呢個人間叫做堪忍嘅娑婆世界，意思就係呢個世界本來就充滿缺陷，本來就有好多苦，普通人喺度受苦係無奈，而你哋喺度受苦係承擔。你知唔知好多有大願力嘅人，佢睇唔過眼眾生受苦，佢發咗大願要落嚟幫手，於是佢將自己個身光鮮亮麗嘅福報收埋，特登投胎去一個窮苦人家，或者一個多災多難嘅環境度。點解要咁做？第一，為咗感同身受。你唔親自挨過一次苦，你點知眾生有幾苦？你唔窮過，你點識得體恤窮人？你唔俾感情傷過，你點識得去安慰嗰啲失戀、婚姻破裂嘅人？所以你經歷過嘅每一個磨難，每一滴眼淚，其實都係你為咗將來去度人、去幫人而收嘅學分。第二，為咗了結宿緣，你前世發願要度化某啲人。呢啲人今世可能變咗你嘅父母、你嘅伴侶、你嘅冤家對頭。你為咗喚醒佢哋，必須要同佢哋糾纏埋一齊。有時你要做一世嘅孝子，去感化挑剔苛刻嘅父母；有時你要做一個賢妻，去感化一個唔顧家嘅老公。呢啲喺世俗眼光睇叫做命苦，喺佛法眼光睇呢個叫做代眾生受苦，係極大嘅功德。但係問題嚟啦，你一定會問，既然我係嚟救人嘅菩薩心腸，點解我身邊嗰啲人全部都當我係草？點解我對佢哋偷心偷肺，佢哋對我就狼心狗肺？嗰個爭錢唔還嘅親戚，嗰個處處刁難我嘅奶奶，嗰個我捱生捱死供佢上位，最後反而嫌棄我嘅伴侶，呢啲人難道就係老天爺派嚟折磨我嘅咩？我話俾你聽，
你以為佢哋係嚟攞你命嘅冤家？唔係，佢哋其實係你前世自己精挑細選嘅考官。點解咁講？我哋先嚟講一個好多人身上都發生過嘅故事。我識得一個阿姐，我哋叫佢做秋姐啦。秋姐就係嗰種典型無名指掌過食指，心太軟嘅女人。佢二字頭就嫁咗俾佢老公。嗰陣時男家好窮，老爺奶奶身體又唔好，下邊仲有2個細佬妹要供書教學。秋姐一句怨言都冇，擔起成頭家。日頭佢去工廠做幾份散工，夜晚返屋企煮飯洗衫、斟茶遞水，自己啲衫穿窿都唔捨得買過件新嘅。但係叔仔阿姑話要交學費，佢二話不說就將自己儲埋嗰啲私己錢攞晒出嚟。後來老公話想做生意，秋姐又四圍去同娘家借錢，同姊妹夾錢，幫老公渡過難關。幾十年過去，老公生意上咗軌道，有車有樓，叔仔阿姑都結晒婚。你以為秋姐終於可以嘆世界啦？錯啦，老公嫌佢人老珠黃，出街失禮，成日借啲意發脾氣，甚至喺外邊有第2個。老爺奶奶覺得佢娘家冇背景，幫唔到手，對佢呼呼喝喝。嗰幾個當年靠佢交學費嘅叔仔阿姑發咗達之後，過年過節連個電話都冇過，仲喺背後笑佢係個黃面婆，話佢見識少。秋姐有一次坐喺我面前，喊到收唔到聲。佢問我呢大半世人冇做過一件壞事，寧願自己食虧都唔想委屈人哋，點解好人冇好報？我前世究竟做咗咩業，今世要受呢啲折磨？各位，你哋身邊或者你自己係咪都有秋姐嘅影子？你哋呢類人性格上有一個致命嘅弱點，就係心太軟。你對呢個世界嘅殘酷往往最冇抵抗力。人哋一句軟話，你就將個心捧出嚟；人哋一扮可憐，你就算自己褲袋得返10蚊，都要借9蚊俾人。喺世俗人眼入面，呢啲叫做爛好人，叫做好蝦。但係喺佛法入面，呢個叫做慈悲心嘅種子。可是點解呢粒慈悲嘅種子會令你活得咁痛苦、咁委屈？因為你中咗一個局啊！佛法入面叫做隔陰之謎。咩叫隔陰之謎？即係話，無論你前世修得幾好，你發嘅願有幾大，當你經過輪迴投胎出世嗰一刻，為咗公平起見，你前世嘅記憶會被全部屏蔽。就好似一個帶住最高機密任務去臥底嘅警察，喺行動之前被人洗咗腦，忘記咗自己嘅真實身份。你唔記得咗你係嚟救人嘅，你唔記得咗你係發大願落嚟替眾生受苦嘅。你以為自己同身邊啲人一樣，都係一個喺泥坑入面掙扎嘅倒霉蛋。所以當你被人呃、被人辜負嗰陣，你會覺得好痛，你會抱怨，你會覺得老天爺盲咗眼。你試下諗深一層，如果你而家突然恢復記憶，記起自己原來係一個消防員，入火場係為咗救火，而唔係災民，咁你而家被煙燻、被火場嘅痛，你仲會覺得係一種無端端嘅折磨咩？唔會，你會覺得呢個係你嘅工作，係你嘅勳章。嗰啲折磨你嘅親戚、伴侶、朋友，佢哋其實係你喺投胎之前為咗圓滿你嘅慈悲心，特登揀落嚟嘅考官。古人講無緣不聚，無齋不來。你以為你遇到嗰個渣男、嗰個吸血鬼親戚係隨機嘅？絕對唔係。佢哋好多時都係你前世虧欠過嘅人，或者係你發願要度化嘅眾生。你前世見到佢哋喺業力嘅苦海入面沉淪，你生起咗大悲心，你話下世等我嚟還債俾你，等我用我嘅包容同愛去喚醒你。於是今世你哋相遇啦，佢攞走你嘅錢，佢踐踏你嘅尊嚴，佢消耗你嘅青春，你喺度受苦，但係喺靈魂嘅層面，你係喺度找數。你每流一滴眼淚，每吞下一啖委屈，你靈魂上面嗰啲舊債就清咗一筆，你個裝福報嘅碗就洗乾淨咗少少。佢對你唔好，佢喺度做緊新嘅惡業，佢喺度墮落，你包容佢，你喺度還緊舊債，你喺度升華。呢一進一出，你已經贏咗。你只要喺心入面同自己講一聲：呢筆債我還清啦，你個心嘅怨氣即刻就會消散一大半。但係好多人聽到呢度就會陷入一個更大嘅誤區，佢哋會諗，既然佢哋係我嘅考官，
既然我係嚟還債嘅，咁我係咪就應該打不還手，罵不還口？佢爭我錢，我繼續借；佢家暴我繼續忍；佢當我係搖錢樹，我繼續做牛做馬，直到感動佢為止。如果你係咁樣諗，咁我話俾你聽，你唔係喺度修行，你係喺度作業。有一種假慈悲，唔單止救唔到人，仲會將你自己同對方一齊拖落無底深淵。你以為你無底線嘅退讓係偉大，其實呢啲根本就唔叫慈悲。既然啲爛人爛事都係嚟考我嘅，咁我哋究竟應該點樣面對？難道做菩薩就注定要俾人蝦一世？我哋先唔好急住反拍，不如靜低心嚟，聽一個舊陣時流傳落嚟嘅古人故事。喺古時候，有個叫景文嘅讀書人，呢個景文份人出晒名，老實孝順，心地好好。村裏面邊個有困難佢都會幫手，但係佢條命就非常之苦，或者可以話佢嘅家庭簡直係一個地劫。佢有個極之惡死嘅老婆，日日對佢非打即罵，有時連飯都唔俾佢食。佢老母又偏心，淨係細佢個細佬，有咩好嘢都留俾細佬，有咩粗重功夫委屈事就推晒俾景文。佢個細佬仲衰，成日偷景文啲錢去賭，輸晒就返嚟扭計。老母仲要逼景文幫細佬還債，景文日日捱更抵夜，賺埋都唔夠填呢個無底深洞。有一次佢真係捱唔住啦，心灰意冷，走到去深山一間好殘舊嘅寺廟度，跪喺個老和尚面前，喊到聲嘶力竭。佢問老和尚：師父，我由細到大冇做過一件衰事，對得住天地良心，點解老天爺要咁樣對我？點解我屋企人個個都當我係仇人？我真係想死咗佢算數。老和尚望住佢，嘆咗口氣，同佢講：你以為佢哋係無端端嚟折磨你嘅？古人話無緣不聚，無齋不來。你今世覺得委屈，係因為你淨係睇到今世。喺上一世，你係一個好有錢嘅財主，你老婆係你屋企個妹仔，你成日無故打罵佢。你老母同細佬係你生意上嘅對手，你用盡手段搞到人哋傾家蕩產。你前世欠落佢哋一身血債，今世佢哋做你屋企人，就係光明正大嚟討債嘅。景文聽完，成個人呆咗。老和尚繼續講：你今世心地善良，其實係你靈魂深處知道自己做錯過，發心要嚟彌補。你每受一次老婆嘅氣，每幫細佬還一次錢，每吞下一啖老母嘅偏心，你前世嗰張欠單度就劃走咗一筆。你捱得過呢個大考，你身上嘅業障就清得七七八八。如果你而家去死，或者同佢哋反面，呢筆債就仲未還完，下世又要繼續糾纏，而且利息仲會越滾越大。景文聽完呢番話，就好似突然醒咗咁。自從嗰日之後，佢返到屋企，老婆再鬧佢，佢個心唔再覺得委屈，反而覺得好啦，又還咗一筆。細佬再嚟攞錢，佢盡自己能力俾，心入面諗：前世欠你嘅，今世還清佢。神奇嘅事就喺幾年之後發生啦。當景文個心完全平靜落嚟，唔再有怨恨嗰陣，佢老婆有一次大病，景文悉心照顧佢，老婆竟然良心發現，脾氣變好咗。細佬老錢憎人周身債，被人打跛咗隻腳，終於肯修心養性，搵份正當工做。景文嘅下半生反而過得平平穩穩，晚年仲好有福氣。各位聽完呢個故事，你哋明唔明點解我話家庭倫理入面嘅摩擦同痛苦，其實係消業障、磨練心性嘅最高道場？好多時我哋對住外邊啲唔識嘅人，可以好有禮貌，可以好寬容。街邊個阿婆跌親，你會走埋去扶；同事做錯嘢，你會話唔緊要。點解？因為你哋冇咁深嘅緣分，冇咁重嘅業力牽牽。但係一返到屋企，對住老公、老婆、仔女、老爺奶奶，你嗰種無名火就容易飆出嚟。佢哋一句無心嘅說話，就可以激到你個心痛到不得了。特別係你哋呢班無名子搶過食子、天生高敏感嘅人，你哋本身係帶住好強嘅情感同慈悲嚟嘅。你哋對愛嘅渴求同感知，比普通人敏順好多倍。所以當你喺屋企入面感受到冷漠、自私、
背叛、不公嗰陣，你嗰種痛係成倍放大嘅。但係正正因為咁，屋企先至係你最好嘅修行地。如果你可以喺一個最折磨你嘅環境入面，對住嗰啲最令你傷心嘅親人，依然守得住自己嗰份善良，依然可以做到唔怨天唔尤人，你知唔知呢個功德有幾大？佛教入面有一段好出名嘅對話，叫做寒山問拾得。寒山問：世間有人暴我、欺我、辱我、笑我、輕我、賤我、惡我、掂我，如何處置乎？拾得點樣答？佢話：只是忍他，讓他由他，避他來他，敬他不要理他，再待幾年你且看他。好多人誤會咗呢句話，以為再待幾年你且看他係一種阿 Q 精神，係等住睇天收佢，等住睇佢有報應。唔係噶，真正嘅意思係你忍佢，由佢過幾年之後，你再去睇下自己個心，你會發現原來佢再點樣跳嚟跳去，點樣鬧你，你個心已經如如不動，一啲波瀾都冇啦。嗰一刻你就知道呢筆債你已經還清，你畢業啦。你哋前半生所受嘅苦，你每一次因為屋企人而流嘅眼淚，其實都係攞住個鋼絲刷喺度死力刷緊你靈魂個樽。刷嗰陣真係好痛好痛，痛到你想放棄。但係只要你唔變壞，只要你仲肯做一個好人，你靈魂上嗰啲千年嘅污糟嘢就會被你刷得乾乾淨淨。呢個就係古人講嘅因果局。你身邊嗰啲所謂嘅爛人，其實係成就你修忍辱波羅蜜嘅大菩薩。冇佢哋呢把鈍刀，點樣磨得利你智慧嗰把劍？不過講到呢度，我知道你哋心入面一定有另一個巨大嘅疑問。如果所有爛人爛事都係嚟考我嘅，都係嚟幫我消業障嘅，咁我係咪就淨係可以由得人恰？難道老公出去爛佬，我都由得佢？難道親戚借錢唔還，我仲要繼續借俾佢？難道我注定要做一世嘅受氣包，先至叫做修行，先至叫做慈悲？我話俾你聽，絕對唔係。如果你以為一味退讓、一味縱容就係慈悲，咁你大錯特錯啦。有一種假慈悲，唔單止害咗你自己，仲會將對方一齊推落去地獄。好多人學佛或者聽古人講因果，聽咗一半唔聽一半，佢哋覺得既然老天爺要我修忍辱，既然佢哋係我嘅考官，咁我咪乜都死忍難忍咯。打我不還手，鬧我不還口，有求必應，呢啲先叫做大菩薩境界嘛。各位，如果你係咁樣諗，你真係誤會咗老祖宗嘅智慧啦。佛法入面講慈悲，從來都唔係單獨講嘅。有句話叫慈悲為本，方便為門，仲有4個字，最緊要叫做悲智雙運。咩意思啊？即係話你個心可以好慈悲，但係你嘅手段、你嘅做法必須要有智慧去配合。如果只有慈悲而冇智慧去分辨是非黑白，嗰啲叫做爛慈悲，或者叫做愚痴。我哋舉個最常見嘅例子，你身邊如果有個親戚或者伴侶染上路人，或者成日炒股炒到憎人周身皆數，佢喊晒口咁嚟求你，話你借多10萬俾我啦，我今次一定翻本，我發誓以後唔撈啦，你唔幫我，我就死俾你睇。你心軟，你覺得係呀，一場親戚或者夫妻一場，我唔幫佢邊個幫佢？當係做善事啦。於是你將自己啲棺材本攞晒出嚟借俾佢，你以為你喺度幫佢，你以為你喺度積功德。我話俾你聽，你呢個舉動喺因果上嚟講係助紂為虐，你唔係拉緊佢上岸，你係喺度推緊佢落萬丈深淵。你借俾佢嘅每一分錢，都係喺度滋養緊佢心入面嗰隻貪婪嘅魔鬼。等佢下次輸得仲甘，爭得仲多嗰陣，你仲幫唔幫得落？到時佢走投無路，家破人亡，你估下你有冇責任？呢個就係冇長出牙齒嘅善良，呢個就係缺乏智慧嘅慈悲。你嘅軟弱反而成就咗人哋嘅惡業。咁真正嘅慈悲應該係點樣嘅？大家有冇去過大間嘅寺廟？你行入山門，第一眼見到嘅通常係彌勒佛，肥肥白白，笑口常開，個大肚腩可以包容天下難容之事。呢個代表咗佛門嘅包容同歡喜。但係你唔好淨係睇到彌勒佛啊，
你轉過身望下佢背後，或者望下兩邊企住嗰4個係邊個？係4大天王，仲有手攞降魔杵嘅華羅菩薩。4大天王同閻羅菩薩個樣係點㗎？眼突突，眼利利，咬牙切齒，手裏面攞住刀劍法器，一副要同人搏命嘅威嚴相。古人有句說話講得好透徹：菩薩低微，所以慈悲六道；金剛怒目，所以降伏4魔。意思即係話，對於嗰啲肯聽道理、肯反省、需要安慰嘅受苦眾生，我哋要用菩薩嗰種溫柔、低微順眼嘅態度去愛護佢哋。但係對於嗰啲得寸進尺、執迷不悟、心術不正嘅人，你一定要顯現出金剛怒目嘅威嚴。你要有底線，你要有脾氣，你要有手段去制止佢哋繼續作惡。你哋呢班無名指掌過食指嘅人，最大嘅問題就係你哋成世人淨係學識咗菩薩低微，但係完全唔識得金剛怒目。你哋太驚同人起衝突啦，太驚人哋唔中意你啦，太驚人哋話你自私啦，所以老天爺先至要安排咁多爛人爛事喺你身邊，逼住你去學識點樣發脾氣，逼住你去學識點樣講。我以前識得一個阿叔，我哋叫佢做明叔啦。明叔就係一個爛好人，佢個仔30幾歲人，好食懶飛，唔肯去正正經經搵份工，成日攤喺屋企打機，仲要老豆每個月俾零用錢佢，一唔俾，個仔就掟爛屋企啲嘢，大吵大鬧。明叔兩公婆日日以淚洗面，但又驚個仔真係出外邊惹事，唯有死死地氣繼續供養佢。後來明叔識咗個有智慧嘅老前輩，老前輩指住明叔個鼻嚟鬧：你以為你係度細個仔？你喺度殺緊你個仔啊！你百年歸老之後，佢連自己煮碗麵都唔識，到時餓死街頭，就係你今日縱容出嚟嘅報應。明叔聽完就好似俾雷劈中咁，成個人醒晒。佢返到屋企，狠下心腸，將個仔啲行李掟晒出門口，換咗鎖匙。個仔喺門口踢門，講粗口鬧佢，甚至話要斷絕父子關係。明叔喺屋企入面喊到對眼都腫晒，但係死都唔開門，1毫子都唔再俾。個仔初頭以為老豆得個講字，去咗朋友度借宿，但久而久之，啲朋友都頂佢唔順，趕佢走。佢瞓過街，挨過餓，執過紙皮，終於知道老豆啲錢唔係天上跌落嚟嘅。2年之後，個仔自己揾咗份跟車送貨嘅工，雖然辛苦，但係自食其力。過年嗰陣，個仔買咗袋生果返嚟敲門，跪喺明叔面前喊住講：老豆，多謝你當日趕我走，如果唔係，我今世就真係廢咗啦。各位，你哋睇到未？明叔當日嗰種狠心，嗰種金剛怒目，表面上睇好絕情，好殘忍，但係實際上呢個先至係真正嘅大慈大悲。佢寧願承受個仔嘅憎恨，寧願自己心痛如照，都要斬斷個仔依賴嘅惡習，逼佢長大。呢啲先至係菩薩嘅手段。所以當你面對無理取鬧嘅伴侶、貪得無厭嘅親戚，或者得寸進尺嘅同事嗰陣，你唔好再委屈自己啦。你要喺心入面同自己講：我拒絕佢，唔係因為我自私，而係我唔可以再俾佢有機會去做惡業。你講一聲唔謝，佢可能今日會鬧你，但係你阻止咗佢跌落更深嘅惱海。你講一聲唔幫，佢可能覺得你反骨，但係你逼緊佢自己去學識承擔責任。你選擇離婚或者離開，唔係你無情，而係你用實際行動話俾佢聽，人係要為自己嘅自私付出代價嘅。你嘅每一次果斷拒絕，其實都係喺度幫佢哋消業障。你嘅每一分威嚴，都係對佢哋靈魂深處嘅一種喚醒。當你明白咗呢個道理，你個心就會變得好強大。你唔會再因為拒絕人而覺得內疚，你唔會再被嗰啲情緒勒索綁架。你會發現，原來做一個有底線嘅好人，個心係會咁安定、咁踏實嘅。你嘅善良一定要長出牙齒，內心要好似棉花咁柔軟，但係手段一定要好似金剛咁果斷。呢個就係你哋呢班帶住遠力嚟嘅人，今生必須要修滿嘅學分。講到呢度，我相信好多人個心已經開解咗少少，知道以後條底線應該點樣畫。你哋前半生嘅苦總算冇白受，但係
作為無名指掌過食指，天生高敏感嘅一族，除咗心太軟呢個特徵之外，你哋身上係咪仲有一種講唔清道不明嘅特異功能？你哋自己回想下，有冇試過遇到以下呢啲情況？有時候明明坐喺屋企睇緊電視，無端端個心急等一下，跳得好快，有一種莫名其妙嘅心慌，坐立不安。結果過咗2日，遠方嘅屋企人真係打電話嚟，話出咗大事，或者有人入咗醫院，又或者你發夢見到已經過身嘅長輩，個夢境清晰到不得了，連佢着咩衫、講咩語氣都一清二楚。佢喺夢入面提點你1-2句說話，你醒咗之後半信半疑。結果冇幾耐，佢講嘅嘢真係應驗咗。仲有一種，你可能去到一個全新嘅地方，明明呢世人係第一次踏足嗰條街道或者嗰間舊屋，但你個腦裏面竟然有一種極度熟悉嘅感覺，連轉角位擺咗個咩花樽，你都好似一早預知咁。普通人遇到呢啲事可能會話：哇，好猛啊！或者心理學家會同你解釋，呢啲叫做潛意識或者既視感。但係喺古老嘅東方智慧入面，呢個叫做現量境界。點解你哋會有呢個本事？點解偏偏係你哋嘅第六感咁準？我哋打個比喻，你可以將普通人嘅心想象成一扇積滿咗厚厚灰塵嘅玻璃窗。呢陣灰塵係乜嘢？就係我哋平時日夜掛住嘅煩惱，點樣賺多啲錢，點樣鬥贏個同事，點樣算計人哋，點樣追求吃喝玩樂，個腦由朝到晚都係淡親痴。呢陣灰塵後，到連太陽光都透唔入嚟，宇宙間嗰啲微妙嘅信號，自然全部被阻擋晒，接收唔到。但係你哋唔同，你哋呢批成員在內，或者前世有過修行底子嘅人，你哋靈魂深處對世俗名利嗰種狂熱，天生就比普通人淡薄。所以你哋心靈個扇窗上面嘅灰塵比人哋薄好多，甚至你哋嘅靈性天窗仲係處於虛掩嘅狀態，未完全堅實，因為你個氣脈比較清靈，你個雷達仲未完全退化。所以當宇宙中有啲微妙嘅信號，特別係同你有好深緣分嘅親人伴侶發生劇烈嘅能量波動嗰陣，普通人嘅雷達係屏蔽嘅，但你嘅雷達就會即刻好冇聲響起嚟，產生咗心靈感應。呢個絕對唔係迷信，而係一種真實存在嘅生命現象。聽落係咪好犀利？好似有超能力咁，能預知未來，能通陰陽。但係我今日必須要喺度俾一個極其嚴厲嘅警告你哋，呢種天賦，如果你用錯咗地方，往往係大罵，而絕對唔係福氣。我見過太多太多呢啲無名指掌、直覺好準嘅人，行錯咗路，佢哋一發現自己有少少感應，就開始神神化化。有啲人覺得自己係大師，周圍同人講：我開咗天眼，我睇到你背後有啲嘢啊。有啲人直情辭咗份工，喺屋企擺個蛋，做起神婆、大仙，幫人睇三世書、算命賺錢。仲有啲人最無知，諗住靠呢啲直覺去估6合彩號碼、炒股票，望住個市升跌，以為自己可以未卜先知，一夜發達。結果呢，我話俾你聽，10個有9個都係逢老必輸，最後傾家蕩產。嗰啲扮大仙嘅，晚年好多都搞到精神衰弱、神經兮兮，甚至惹到一身古怪病痛。點解老天爺俾咗個咁準嘅直覺你，卻偏偏唔俾你靠佢去發大財？道理好簡單，因為靈性直覺嘅頻率係非常之清淨、非常之輕盈嘅，而金錢名利嘅頻率係極度重濁、充滿貪念嘅。當你一動貪念，一諗住用呢個天賦去換取世俗嘅利益，去炫耀自己有幾威嗰陣，你個扇原本清淨嘅玻璃窗，即刻就會被最後最毒嘅貪婪灰塵封死。你個天窗一斷，外邊嘅清淨信號就斷咗。呢個時候趁虛而入嘅係咩？就係你心入面嘅魔鬼。金剛經入面有句經文講得非常之透徹，叫做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。咩意思啊？就係話，無論你喺夢入面見到幾真實嘅畫面，無論你打坐嗰陣感應到幾神奇嘅境界，哪怕你見到佛菩薩企喺你面前發光，呢啲全部都係虛幻嘅投影。我舉個最通俗嘅例子，一個小學生睇電視，
見到電視機入面有隻老虎摸出嚟，佢會唔會嚇到匿喺梳化底？會。但係你身為大人，你知唔知嗰隻老虎只不過係一堆發光嘅像素？你會唔會為咗電視入面嘅假老虎去揾命搏？唔會噶嘛。同樣道理，你所感應到嘅一切就好似電視機入面嘅畫面，你要做一個冷靜嘅旁觀者，睇完就算，唔好執住。如果你死執住嗰啲感應，哇，我好準啊，我與眾不同啊，咁你就會慢慢迷失自己，將電視機入面嘅劇情當做真實，最後走火入魔，夢見過身嘅親人，醒咗之後，心入面默默為佢念幾句佛號，祝福佢早日安好，然後落床刷牙洗面，該煮飯就煮飯，該返工就返工。心慌慌嘅時候，坐低深呼吸，將個心定落嚟，話俾自己聽：兵來將擋，水來土掩。咁講法，老天爺留呢條天窗俾你，究竟有咩用？記住，你嘅直覺係俾你用嚟修慈悲嘅，絕對唔係用嚟修神通。因為你敏感，所以你更容易察覺到身邊人嘅痛苦。當屋企個老人家突然變得好靜，其他人可能以為佢淨係眼瞓，但你嘅直覺話俾你聽，佢其實係覺得孤單，覺得自己老咗無用。呢個時候，你走過去握住佢隻手，陪佢傾兩句偈，呢個就係慈悲。當你個仔女發脾氣掟嘢，其他人只係見到一個反叛嘅死鬼仔，但你嘅直覺感受到佢背後嗰種深深嘅焦慮同無助。你用包容嘅態度去引導佢，而唔係火上加油去對鬧。呢個就係智慧。真正嘅神通從來都唔係飛天遁地，亦都唔係未卜先知。真正嘅大神通係當你面對人世間嘅大起大落，你個心可以平靜如水，一啲波瀾都冇。係當你面對別人嘅傷害，你可以一笑置之。係當你體察到眾生嘅苦難，你願意伸出援手。所以好好保護你個小小靈性，將佢收返埋，唔好消耗喺裝神弄鬼上面。呢啲直覺係用嚟照亮你自己個心，用嚟溫暖你身邊嗰啲需要愛嘅人。不過講句公道話，擁有呢種高敏感體質，年輕嗰陣真係好慘，簡直係一種折磨。因為你太敏感，人哋一句無心嘅說話，你可以放喺心入面翻來覆去痛幾日。因為你太容易共情，睇見新聞報道啲慘劇，你好似自己親身經歷緊咁，痛到唞唔到氣。你對世界嘅感知比普通人強烈太多，所以你受嘅傷亦都比普通人深。你嘅前半生就好似攞住一把生鏽嘅鈍刀，日日喺自己個心度割，割得鮮血淋漓。你為頭家捱生捱死，為伴侶付出所有，為朋友兩肋插刀，換嚟嘅卻係一次又一次嘅背叛、誤解同孤立。有時候你真係會對住個天喊：老天爺，我做錯啲咩？點解我越善良，條命就越苦？但係各位，請你哋聽到呢度，一定要堅持落去，因為古人有句話叫做50知天命。你哋呢班無名指掌過食指，帶住願力嚟嘅人，前半生注定係要喺泥坑入面打滾，要經歷被人壓、被人辜負、被人睇唔起。呢啲全部都係消業障嘅過程。只要你咬實牙關，守住心入面嗰一份善良，冇因為人哋對你衰，你就跟住變壞；冇因為個世界黑暗，你就將自己個心都塗黑。咁我話俾你聽，過咗40-50歲之後，你嘅命運就會迎嚟一個大翻盤。呢個翻盤唔係話你突然之間中六合彩，而係一種源源不絕、擋都擋唔住嘅萬福。舊陣時有一個咁嘅真實古人故事，一個叫德叔嘅生意人，佢就係典型嗰種心軟、處處為人著想嘅人。後生嗰陣，佢同人合夥做布匹生意，點知個拍檔見錢開眼，暗中做假數，捲埋鋪頭啲錢走佬，仲將啲爛賬全部推落德叔身上。德叔傾家蕩產，連間大屋都要賣埋嚟還債，一家大細搬去爛屋度住。親戚朋友見佢兜踎，個個當佢係瘟神，過年過節都兜路走。佢老婆日日怨佢，話佢太蠢，係個爛好人。但德叔冇怨天尤人，佢話錢冇咗可以再賺，良心冇咗就揾唔返。佢由推車仔賣雜貨由頭做起。有一次佢喺街邊見到個就快餓死嘅後生仔，德叔自己都窮到靚，
但依然將身上僅有嘅半個命頭同幾隻銅錢俾咗佢，叫佢好好保重。村裏面啲人都笑德叔係傻佬，泥菩薩過江仲要沖好人，就咁樣挨下挨下，挨到德叔50歲嗰年，有一日鎮上面嚟咗個好有錢嘅大老闆，周圍打聽德叔嘅下落。原來當年嗰個差啲餓死嘅後生仔，後來去咗外地做生意發大達，今次特登返嚟報恩。佢二話不說，出資幫德叔開咗鎮上面最大嘅布莊，仲將利潤分大份俾德叔。同一時間，德叔啲仔女因為由細睇住老豆捱苦，個個都好生性。大仔考到功名做咗官，細女嫁咗個好人家。而當年嗰個呃盡德叔錢嘅拍檔呢，因為作惡多端，得罪咗啲惡霸，最後被人打斷對腳，晚景非常淒涼。各位，你睇到因果嘅玄妙未？德叔前半生受嘅苦，幫佢消咗前世嘅惡業。佢喺絕境之中依然保持嘅善良，為佢積下咗深厚嘅陰德。年輕時嘅福氣，好多時好似泡沫咁，風一吹就散。但係晚年嘅福氣，係你前半生一滴汗、一滴眼淚咁積淌翻嚟嘅，係實打實嘅果實，邊個都搶你唔走。當你行到中年，你會發現以前睇唔起你嘅人，開始敬重你。曾經失去嘅財富，會通過各種意想不到嘅方式翻嚟你身邊。最緊要嘅係你個心境變到好平和，家庭和睦，身體雖然老咗，但係精神反而比年輕嗰陣仲要好。呢個就係屬於你哋嘅萬福。不過道理我哋明啦，心態亦都擺正咗，但係具體落到去每一日嘅生活入面，我哋日日要面對咁多柴米油鹽，咁多瑣碎煩惱，究竟應該點樣修行，先至可以保護好自己，又可以穩穩陣陣咁接住呢份萬福？好多人以為修行就要去深山老林，就要日日打坐念經。我話俾你聽，唔使。真正嘅道場就喺你每日去街市買餸，喺廚房煮飯，同屋企人頂頸嘅世俗生活入面。今日我就教大家3招最實用嘅修心三板斧。呢3招係老祖宗留落嚟嘅防身術，只要你每日用，我保證你下半生順風順水。第一招叫做還齋想。你哋最容易犯嘅毛病就係受咗委屈之後，將啲氣谷住喺個心度，越諗越嬲，搞到肝痛胃痛。以後當有人無端端鬧你、屈你或者對你唔住嗰陣，你第一時間喺心入面念一句話：佢係幫緊我還債。世間冇無緣無故嘅恨，佢點解唔鬧第二個，淨係鬧你？一定係你前世欠咗佢，而家佢鬧你一頓，哎呀，你筆債就一筆勾銷啦，連利息都慳返。你只要轉到呢個念頭，你個心即刻就鬆晒。你唔會覺得佢係衰人，你只會覺得佢係嚟幫你消業障嘅苦主。當你唔再生氣，你個心就好似虛空咁。佢個拳頭打落虛空度，你唔痛，佢反而攰到半死。第二招叫做顏施同言施。好多人話我邊有錢去做善事，去布施積福啊？佛經入面講嘅7種布施係唔使花1分1毫就可以做大功德嘅。最適合你哋做嘅，第一係顏施，即係布施你嘅笑面，唔好日日皺眉頭，苦口苦面，好似全世界欠咗你200蚊咁。見到屋企人笑一笑，落到樓下見到保安點個頭笑一笑，你呢個笑容好似春風咁，令人覺得舒服，已經係好大嘅功德。第二係言施，即係講好說話，唔好講刻薄話，唔好講喪氣話。人哋住件新衫，你讚一句真係靚；人哋遇到困難，你安慰一句冇事嘅，會過嘅。你一句溫暖嘅說話，可能就救咗一個人嘅心。你哋天生有呢份同理心，要多啲用把口去結善緣。第3招亦都係最犀利嘅絕學，叫做觀照。我哋點解會痛苦？因為我哋成日跟住啲念頭跑，一嬲就跟住團伙去鬧人，一灰心就覺得世界末日。古人講，不怕念起，就怕覺遲。下次當你脾氣一上嚟，或者覺得好委屈嗰陣，你試下喺心入面分一個我出嚟，企喺旁邊靜靜地望住那個生氣嘅自己。你喺心度同自己講：哦，生氣嘅念頭嚟啦，我睇下你可以留幾耐。好神奇㗎，你只要一望住個念頭，佢就好似小偷入屋被電筒照住咁，即刻就會消失。你覺察到佢嗰一刻，
你嘅火氣已經熄咗一大半。呢個就係做念頭嘅主人，而唔係做情緒嘅奴隸。呢三招還齋想、言思、言思、觀照，就好似三件法寶，你唔使特登抽時間練，行街、洗碗、搭車嗰陣都可以練。日子有功，你成個人嘅磁場就會徹底改變。講到呢度，我哋今集已經接近尾聲。我相信你哋個心入面某啲死結應該已經解開咗，你終於明白嗰隻長長嘅無名指唔係生得古怪，而係你靈魂嘅身份證。你前半生受嘅苦唔係因為你命簡，而係你成願再來替眾生受苦嘅歷練。最後我有幾句偷心禍子嘅話一定要答覆大家。大乘佛法入面講，菩薩修行從來都唔係咁埋門自己成佛嘅，而係要自度度人。呢個叫做無盡燈法門。你想象下，一盞點住咗嘅燈去點亮另一盞燈，原來嗰盞燈嘅光會唔會變少？唔會噶嘛，反而成個房會變得更加光猛。你哋既然係帶住慈悲種子嚟嘅人，你哋最好嘅修行就係將呢份光傳出去。如果你覺得呢幾個內容有一句說話講中咗你嘅心坎，解開咗你嘅心結，我請你唔好吝嗇，將呢條影片分享俾你身邊嘅人。你諗下，你嘅朋友圈、親戚群入面，可能有好多人而家正經歷緊婚姻破裂、生意失敗，甚至覺得自己命苦，想做傻事。佢哋可能就係因為聽到呢句你係成願再來嘅，嗰個想唔開嘅念頭就斷咗，執翻條命。呢個就係無量無邊嘅功德，係最大嘅法布施。同時，我希望你做一個小小的動作，幫呢條影片按個讚，訂閱呢個頻道。你唔好以為呢個讚係為咗我一個喺屏幕背後嘅人要啲虛名做乜？但係你點下呢個讚，係向你自己嘅內心，向個天做一個確認儀式，確認你願意相信自己係帶住願力嚟嘅，確認你願意守住心入面嗰一份善良。你嘅每一個讚，每一個訂閱，都係話俾個世界聽，我支持正念，我選擇光明。當成千上萬個讚匯聚埋一齊，嗰個正能量嘅磁場係可以改變命運嘅。最後，我邀請大家喺評論區寫低4個字：阿彌陀佛，或者隨喜功德。如果你真係發咗大願，你可以寫低我願此生成願圓滿，寫出嚟就係一種力量，你個心會變得無比踏實。願你哋呢班無名指長過食指嘅再來人，喺下半生嘅日子裏面唔再委屈，唔再迷茫。願你哋嗰份長出牙齒嘅善良可以護佑你一家大細平安順遂，萬福綿長。大家保重。